第二線呢就係Emily 冇錯，嚟自新加坡嘅。第三線張嘉文，公民體育會。第四線曾曉彤 Nike 香港體育會。第五線李子瑤中國香港田徑隊。第六線蘇嚟自新加坡田徑隊。第七線林詠芝中國香港田徑隊。第八線黃影彤公民體育會。咁啊，李詠賢就喺第一線度㗎。咁啊，除咗留意李子瑤我哋香港代表啦，另一位香港 U20嘅代表林詠芝呢，其實亦都係好有實力嘅。佢400米都係58秒嘅人啦。咁而佢近期之前同我哋去咗集訓啊，佢教練同我哋啲人。咁喺惠州隊集訓呢，都係以練88為主嘅。可能88方面呢，如果步速帶得快呢，係有機會做到好時間嘅。咁啊，睇一睇新加坡隊嘅選手呢，會唔會帶快個速度啦？否則就要靠曾曉彤去放噶啦。咁曾曉彤琴日1500米咁樣狂放呢，我諗88佢都係採取呢個戰術。咁對成場賽事嘅可觀性啦，同埋做出個時間呢，都會係一個正面嘅影響。係啊，冇錯。咁啊，琴日1500米都咁夠膽咁樣放呢，我相信佢88都會用嘅一個嘅策略啊。好啦，咁呢就跑完呢個彎呢就 cut 線嘅。正話講過呢個彎呢其實係寸土必爭嘅，因為你 cut 得慢嘅話呢，就有機會俾人揞咗去最尾。咁但係呢，你太快呢，就放得太快就會散嘅喎。反而呢，就李子瑤去放喎，有機會會唔會？嗱，見到暫時領先緊係林詠芝啊，林詠芝上咗第一位，跟住係李子瑤啊。咦，曾曉彤喺後邊啊，個位置唔係幾好啊，而家。知道嗰個琴日嗰個問題啦。糾正翻30秒，其實好快啊！30乘2咧就1分嘅。咁啊，第三位咧就係嚟自新加坡嘅選手阿蘇。所以咧，其實係太快㗎，對佢嚟講，冇理由呢個速度捱到落嚟啊！捱到落嚟就跑2分正㗎。咁啊，睇一睇佢會唔會收翻慢少少。咁啊，睇下佢哋開圈幾多啦，而家。反而咧就曾曉彤可能有經驗啊，知道前面太快啦，冇可能可以翻到嚟嘅咧，就跟翻佢自己嘅 pace 跑嘅。咁新加坡代表就有着數啦。因為咧，有人幫佢頂咗風，頂咗個圈先，咁開圈啦！哇，開圈非常之快啊，1分04啊，係。咁啊，進佔翻上啲啦，阿曾曉彤就1分0。咁啊，林詠芝依然頂緊喺第一嘅位置。咁啊，第二位就係新加坡嘅選手阿蘇。咁啊，曾曉彤咧已經係上翻去第3嘅位置。但係喺外線過人咧，其實係不是嘅，係啊，唔使咁急啊！仲有咁多路，仲有300米嘅路線，使乜走喺外邊過人咧？咁啊，過完之後咧，以後過唔到。阿李子瑤都過咗啊，忍唔住啦。過咗啊林詠芝啊！太快啊嘛，即係話我話你30秒開圈就冇乜可能發生翻咗嚟㗎啦。咁啊睇睇新加坡代表咧，就佢有2分16嘅實力咧，就會唔會帶快李子瑤啦？咁啊，李子瑤好積極、好主動喎，喺呢一個位置咧，亦都係過咗新加坡代表。新加坡代表突然間過完人之後又散咗喎。嗱，去到最後嘅100米直路㗎啦，咁啊暫時領先李子瑤啊，可唔可以過翻轉頭啦？好接近啦！哇，林詠芝追翻上嚟第2位啊！再追翻話回一回氣之後帶到咁快，仲可能追埋上嚟喎，應該過到啦，睇個勢就應該好犀利，睇下時間可唔可以做到好嘅成績啦？暫時2分12，翻咗嚟應該15左右啦，冇錯啦，2分15秒07大 PB 喎，大 PB 啊！恭喜晒林詠芝啊！率先衝過終點，咁第2名衝過終點嘅咧係李子瑤，第3名係嚟自新加坡嘅蘇，咁啊第4名咧就係曾曉彤啊！啊，佢真係好嘢啊！前面放到咁快，突然間咧佢突然間有力又加翻，留一留落去咧，回一回氣，再上過。
咁睇嚟林詠詩都係速度型嚟嘅喎。其實兩個都係400選手嚟嘅，我之前都講過啦。阿林詠芝同我哋成班呢，就喺前嗰輪呢都去惠州集訓，跟一個前馬家軍嘅教練常指導練啊。佢嗰班人呢，就練嘅量好多啊。咁我見佢呢嗰陣時練習好積極、好搏命嘅，好刻苦嘅，即係好認真練嘅，都唔係就咁可以攞到呢個時間。2分15係近年香港最好嘅女子組800米時間㗎啦。